西九文化區位於香港臨海地段，係集合藝術同娛樂為一體嘅綜合文化場地。區內設有多個展館，包括 M+ 博物館，仲有香港故宮博物館等。喺 M+ 博物館內設有多項藝術展覽。如果唔知睇邊個展，不妨搭扶手梯到 B2 層。喺呢度設有免費嘅藝術展覽，大家可以一邊欣賞，一邊決定想去嘅展覽。展館亦會舉辦唔同嘅講解活動，想感受香港嘅光影藝術，亦都可以去 M+ 戲院上 4K 修復版嘅舊香港電影同藝術紀錄片。當你行到攰晒，亦都可以到樓頂嘅天台花園打卡休息。博物館高6層，每層約設3個展覽廳，每個展覽廳分別代表唔同主題。喺展廳你可以欣賞到各種珍貴嘅展品。雖然冇辦法媲美北京故宮嘅體驗，但為咗提供遊客更好嘅體驗，博物館亦設置咗多項互動裝置，包括展品投影短片介紹、模仿相應朝代嘅場地立體裝飾、電子體驗區等。參觀完展覽之後，可以到3樓欣賞西九風景。而除咗展館，西九亦會組織各種活動，包括咖啡節等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挖掘出更多西九嘅特色。